辣親自己傷㗎咋，冇行為㗎。入咪有閪佢入咪陳走啊！你咁樣冇受傷啊！真係㗎，冇乜所謂㗎呢啲。開心好閪緊要。我知係開心好緊要啊，使鳩咁搏命咩？冇波啱先嗰波傳都幾閪靚，冇入到啫我錯。唔關事，未熱身好啊！我啱啱嚟踢咗幾球啊！呢啲運動戰嘅，屌入波就本身個傳嗰我都唔知。轉彎係咪啊？呢邊唔使上樓梯喎，呢邊要上樓梯我哋啊！我第二日去影相啦。玩又嘛？我呢個人。我操！横跨整个中国。反正靠也能靠得到。下也是。甘肃、河北、辽宁、黑龙江，他们都是怎么套的话啊？因为可能东内算东北。
昨天本来想来的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来到一个地方的关键这个那个沙滩的，他们把它叫它沙滩，然后那个沙滩上来的，那个当时出来多，今天是沙滩，保持上。去香港了，昨天晚上来玩。好多啊，好多啊！没有我操，没有我操！是明天你去皇马那里？不是，去皇马那个女主任。人家擦屁股都不够。我把那个名额让给你，本来我想去的。本来今天那边来的，今天来的没有。哦，没有教练这个的。不要看他有多少资本支持他，关键是资本，不是教练证。没有教练证没用。8年时间在外面打了多少比赛，1000多场比赛，而且钱都不行啊！我跟你说。教练证要重要，更重要，有资本就行。没资本，哪有条件去比赛？加咗啦，第二日點樣去出嚟啫？你啱啱第二日有冇開槍先？我都想開槍，有冇俾你開槍？我都想啊，我送翻酒店啫嘛。知啊，有冇攞啲設備啊？你哋相機啦，最好溝女抄埋，最好方法就係相機。真係咁啊！係啊，有識人。女仔就攞手勢唔計啊！有去上房添啊！你諗住拖閪手一開工。你阿媽一個05，一個06，你阿媽住3日，你做拖快嗰手，睇三麻我都借佢啊！點解佢啊？我都真係個好後生嘅冇下邊。喂，開咗波未啊？係啊！因為我哋廣州對佢哋咩？你先上，我哋3個啦。我哋係啊，4個啦，4個啦，食1個咪得咯。我們4個。啊，4個咯，4個嚟啊！4打4。4個。3個啦。你啊，多1個啊！你啊，佢哋4個揀一個，我哋4個。我哋3個。